我哋後生仔啦，都有一隻想法啫嘛，都想當外輩再求尋找啦。無論講去乜個地方啊，都係為咗有一隻夢想啊，能夠在新嘅地方啊，所以講看一個新嘅世界。弄邊咁辛苦，我哋唔曉覺到咁樣辛苦啦。我喺吹就很多打到中華中學讀書嘅啦。但係我哋吹，我哋學校地方有好多嘅老師喺吹台灣腔嚟。當我哋畢業時候，我哋學會係理想事業嘅啦。但係我哋為咗追求一個中華文化，繼續我哋華文教育嘅方面咧，喺當時嚟講，總計係睇落去就共產黨嘅結構，我哋馬來西亞政府又唔滿意我哋去啊嘛，所以我哋主要去台灣啦。感覺台灣非常大，我們馬來西亞好像很小。到那裡好像哇，一到走出去的時候，我感覺東張西望，哇，這個地方好大好大。然後有時候大家一整群走的時候啊，就為了看東西，前面人家一整群走了，我們等一下再回頭走，我們再走去哪裡不知道，好像沙巴好像。有關嘅教師包括573名在今年8月展開嘅特別行動所招募，而目前正在接受訓練嘅學員。沙巴嘅客家學子懷着年少嘅夢想到台灣留學，回想起來，精彩嘅求學生活一幕幕在眼前閃光。帶點在台灣學得嘅技術轉到嚟沙巴，呢群客家學子仍然係沙巴嘅中堅分子。佢哋嘅成行正展現出台灣人嘅熱情，老客家人旺盛嘅生命力。沙巴隸屬於馬來西亞，位在馬來西亞東方嘅婆羅洲北片。沙巴嘅面積係台灣嘅2.25倍，人口卻只有250萬人，而將近50萬嘅華人係沙巴最大嘅移民區，其中又係以客家人係最多。在沙巴就係講最方言方面啊，最流行、最通行嘅就講客家話啦，70%啊都係屬於客家人嘅，響睇有30%係其他人啦。所以咧就不論係好像講係內食人啊，福建、潮州、或者海南、或者乜嘢啊，一般講起來啊，都可以用客家話嚟交流啦。今年62歲嘅楊來添係沙巴嘅客家人。50年前，巴定保護嘅楊來添13年嚟到台灣，佢係第一個到台灣留學嘅沙巴人。而且嗰陣時我去台灣，我先將去台灣啊，辦手續係咩咁簡單。我哋護照啊，唔係隨2行可以做得到，我哋行得到沙拉沃嘅古鎮啊，去辦嗰條手續啊。所以講起嚟係好特別嘅一種過程。所以講起嚟，嗰陣時講咧，真係向藝係變成第一個到台灣去嘅半兩趟地方嘅。1952年，中華民國政府將透過僑委會開辦海外學子來台灣升學。當時台灣升學嘅管道冇多，社會經濟也處於係匱乏嘅階段，因此留台嘅費用比較大，但係卻能夠得到高學歷，故所來台灣留學，成為中下小康家庭華僑生嘅第一個選擇。應用沙巴幾下淺沙嘅華裔子弟，因此引來出國留學嘅夢。
響早期我喺台灣時喺叫53年嘅時候啊，嗰陣時可以講交通各方面都很好落後嘅時候啊，就先從阿邊坐一架飛機仔，睇下60年嘅90年嘅飛機仔啦，就先到立灣香港維多利亞港嚟啦，呢就海軍咧已經嘅海軍基地，所以我哋飛台灣咧，我哋要從香港坐船到基隆，到基隆以後，然之後我哋就將坐火車下到台北。咱地球嘅轉移也比地球拖落多年啊轉啦7年咯。楊雷添係第一個沿岸嘅沙巴學子。1953年，佢先來台灣讀高中，當時佢讀嘅係建國中學。喺嗰度學校嘅，喺度踢成咧最優秀僑生，喺1954年嘅時候，係啊喺嗰度嘅班長咯，喺班點啊，也可以講喺個班咧好多出去嗰度推表嚟啊。係樣到3年，再等3年以後，我就考入那個經濟大學嘅新聞系。楊雷添在台灣留學7年嘅時間，一下就過去了。佢大學4年係佢留學生涯最快樂嘅一年。佢話4年係好快樂嘅4年嚟。喺度在一陣時喺度搞笑啊，好多嘢係每個爭進嚟啊，或者我哋新聞係主任係黃鳳娟啊，佢每個秘書哩爭進嚟，所以帶好多錢喺度學習咗。50年佢嘅台灣生活係艱困嘅。但係大學生仲係能夠在生活地位度尋到樂趣。當然喺陣時嘅生活啊，又係比較辛苦。係講喺度喺陣時去參加喺度發動啊，嗰種戰鬥訓練啊，暑期戰鬥訓練啊。在上班嘅房員，睇部分做乜嘅生意啊？哦，大概紅一都要咯，大概紅一都要。可以講下做生意啊，所以個行業咧，你話都喺同嗰飯嗰樣做。大學畢業之後，楊雷添同大部分嘅留學生一樣，選擇轉到沙巴嚟工作。喺台灣留學嚟咧，發展嘅機會空間已經好大啦。唔常見下，即係講新聞界，包括到廣告部啊，多數都包括去啦。同時一邊嘅生活情況講起嚟，又係夠辛苦啲啫啦。同我哋原來嘅地方比較起嚟，生活方面係夠有啲就係距離啦。所以一般講起嚟，喺在台灣讀書咧，太多數可以講對轉到原來嘅僑居嘅地方去發展。楊雷添轉到沙巴工作，成家立業，爺爺嘅本娘也都好係在台灣讀大學。那時候我本來是要去英國的、澳洲的，可是我父親是台灣來的，他就愛那個家鄉，他一定要我回台灣。所以我金門嘛，因為我是金門人，所以那時候呢，美國那個台灣也很歡迎，因為我們是拿美元的嘛。是按照那個美國獎學金，所以他就給我們那個獎學金啊那些的，所以我們去台灣讀書那時候一切都不花錢，都不用花錢，免費的，包括飛機票，飛機票包括一切。大部分嘅留台嘅沙巴人選擇轉到沙巴嚟生活，不過無奈嘅係，沙巴在1963年正式成為馬來西亞嘅一組市。馬來西亞政府卻唔願意承認台灣嘅學歷。因為我哋做政府嘅公務員啊，受到好多限制啊，所以我哋認為講，我哋應該成立一個機構啦，
能够将我哋个欣赏带出来啦。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我哋就组织了咱留台同学会。依序方营业不是上。我没有其他成果，我其他那个摄影我看写在下一行了。我看留台同学会嘅后主要嘅工作啊，即系同台湾侨委会啊要后睇嘅联系，好多也同台湾教育部嘅联系也好密切。所以啊，佢在講嘅啦，我哋沙巴就以後一條學生啊，我呢度人讀書啊，好多係經過留台同學會嘅。喺度推薦啊，到喺度去讀書，所以可以講啊，其實係實橋。1965年代，沙巴嘅留台同學會正式嘅成立咧。從一個時節開始，留台會就成了呢一群沙巴留學生心靈寄託嘅所在。沙巴嘅客家青年用客家嘅硬頸精神到台灣留學，考成之後再去貢獻所學，為了讓馬來西亞政府承認台灣學歷。40年來，留台同學會都唔說放棄，就從喺幾百年來，客家人對於自家文化嘅堅持和熱情，從來冇減退。50年前，沙巴嘅客家人到台灣留學，過定樣板嘅身份呢。轉到家鄉之後，佢哋用樣板嘅共同面對身份嘅挑戰呢。留台同學會要扮演乜嘅樣嘅角色呢？客家人向前行嘅製作小組將帶你拜訪沙巴嘅台灣留學生，俾你去看一下技術專欄。到这会啊，重要社会啊，他的熟悉，他文化。自己这个本身就可以谈，已经教育了不好。教育了。哎，像客家人他舞啊，他们是 WE， 大概你又可以看得出来。VOO 也係啊 ，WOO 也係都是。佢哋客家人啦。啊，客家人。NG 就是閩南人啦。閩南人。確定客話做定行遍沙巴，這係因為沙巴有70%嘅華人係客家人，而文化和生活嘅相似性，將台灣和沙巴嘅後生人漸漸嘅聯繫強下。台灣係呢一群留台嘅客家學子最熟悉嘅異鄉。1965年，沙巴嘅留台同學會就在其他彼此相互聽數嘅期待之下成立嘅。在台灣啊，最後嘅就係4年嘅大學嘅時候，係最快樂啊，係我最美滿嘅4年在台灣。所以今日我在沙巴州，在我哋嘅創會會長楊來貼啊，創立嚟留台同學會，我哋每一人都在同學會之外啊，去大家出一分力啊，去幫忙以後社會區嘅人能夠多一點到台灣去啊。就係前司我在台灣做嚟嘅享受。有嚟同鄉學長嘅支持和協助，沙巴嘅留台學生也更加嘅幸運咧，留學之路也更加嘅順遂。馬來西亞到台灣的時候，因為我們不是第一批我們差不多也是因為比我們早10年啦都已經有這些人去台灣讀書了，所以我們去到台灣的時候，一般來講都很平順啦，很平順，沒有什麼特別的其他東西，我們都是生活過得非常好，而且台灣本身的那些同學呢，對我們當時去的僑生也相當照顧了。
台灣也係沙巴客家後子其他嘅留學國土。因為我有太多朋友啦，喺度同學啊，我去台灣泉州，所以我就緊緊去台灣咯。然後另外一方面係一邊咧就天陽陽向哦，因為嗰陣時咧咪個林青霞啊、青漢咧條啊，陽到一條風景好靚嘛，所以我想到我去看那個地方，因為好像兩行唔同啊，主要兩個原因。其實當時我父母想我去演劇讀嘅，就講因為我對那行係比較西化吧，睇啲外行係覺得我想進去啦，因為我想多知道第一條中國嘅文化。所以我後中意中文啦，其他啲語文咧我都唔咩嘅中意啦，所以我後常聽就台灣聽台啦，常聽台灣聽台嘅介紹台灣嘅同事，我後常去咯。我哋學校係要台灣來嘅先生啦，所以我後仰慕佢哋咯，佢哋畢業之後佢哋都帶我過去樣咯，都在就僑泰先師範讀托完年都考到就師範大學在師範大學我要讀中文系咯。在台灣讀大學嘅時節嘅精彩成分，亦係呢一群留台學生生命地配度最深刻嘅印象。我要參加就叫國台咧，就檢門咧訪問台所以去到檢門前先咧，我哋好像前咧到攤到一邊，好像到作戰地嚟咁我哋要去寫條文字在一隻檢門嘅前線那邊向攤到講話咯，所以我哋覺得好像前咧我哋要辦公態度咁樣。我最中意嘅就係放暑假攞寒假，我每隻暑假寒假我天參加叫劇團嘅發動，然後叫劇團嘅發動去一條乜嘅阿里山合歡山乜嘅大雪山我中西橫貫公路到南北橫貫公路有花蓮那一帶的然後另外我也好希望台灣嘅文化，我覺得台灣呢條學少兒或者學文化藝術嘅地方真係好多。我有空咧，我就要去參加呢條課程，因為我當時嘅家庭唔係講好富裕啦，我當時爭用到真係愛用嚟爭用咯，所以我盡量慳錢，然後我出一段時間真係好苦啦。不過我覺得呢邊咧人咯，就係一邊咧老師一條同學真係俾我好大嘅支持咯。當我考試因為我卡嘅只要叫啲人請你叫你考試然後嗰時嗰隻叫做然後信用公司俾我賠錢。學長他們接我們到那個僑官潭住了之後，學長一定會安排我們去吃飯嘛，他就介紹我們吃紅燒牛肉麵，然後學長他們就自動就給我們他說給他們全部大的，想到我們一定是很餓的嘛。我一來出來一看，哇，這麼大碗，真嚇壞了每一個人。結果怎麼大還是吃到完。然後後來我就到淡水區的時候，就一個餐廳，就說之前到那邊吃免費，看到我們每一個人加飯的時候，一次一輪又一輪，平均每一個人都吃4、5碗這樣大，4、5碗。然後到第二次再來的時候，老闆說現在加飯又賺錢了。就在去台灣念台灣人比較拼我們比較悠哉我在台大的話，本地生和我們基本上當然沒有那麼密切來往啦。我們彼此之間，因為剛好我們那一班僑生蠻多的，所以我們僑生之間的情感也很不錯。可是和本地生之間的感情呢，也不能說沒有。還是會建立起來，怎麼說都是4年大家同窗吧。我很謝謝我在台灣4年的教授，他們都讓我覺得踏踏實實的學到很多東西。沙巴後子到台灣留學，還討到台灣嘅美嬌娘，轉到沙巴落地生根。23年，1980到。我來嫁人。這邊的人，他的語言能力是非常好，他們受過教育，他們幾乎都是3種語文。事實上，如果我謙虛的去想，我的語文能力比他們差得很多。你現在隨便問這左左右右的老師，都是3種方言、3種語言。
他或许不是那么标准，但是他的沟通范围跟交流能力，我觉得非常的好。所以我来这边没有交流的问题，是他们跟我没有交流的问题。相反的，我跟他们有时候有一些障碍，所以他们都在迁就我。所以不要担心，这里是一个客家的环境，它根本不止客家的环境。沙巴留台會成立之後，唔但愛維繫留台學生之間嘅感情，更會鋪一條平坦嘅路，為後生一代嘅沙巴學子。早期去台灣的都是孤零零的，那個人數很少。後來這個沙巴留台同學會組成了之後，我們以前就剛去台灣就碰了很多的釘子，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在這邊的保送人，凡是去台灣留學的學生們，我們都給他們安排，從這邊把他們送上飛機，聯絡了僑委會，也聯絡了台北的離台同學會，就是學長在那邊，就在機場接他們，把他們安安全全的送到每一個學校去。所以現在的學生是比我們以前是幸福了很多。楊瓊明也係沙巴嘅留台客家人，對於客家文化有一份堅持。天下嘅客家人向前行嘅製作小組，將帶你拜訪沙巴客屬工會會長楊瓊明。1966年，楊瓊明係台灣大學建進嚟嘅新鮮人，以大學生活嘅記憶，深刻嘅了解佢嘅深度。之前我哋一班啊有百幾隻同學嘅，我哋去到台班嚟台前時我哋去在面嘅，我哋學開散叫散。我好記得啦，因為面嘅55年咧，我哋學校少落去台讀書嘅時候，去面嘅55年咧啦。其他在台灣方面，我哋有好多同學都係太結合㗎，從事在中央研究院地方有機會，嗰種經濟研究所地方有好多位係我同學嘅啦。然後好像歐陽晨先，因為李登輝係我哋嘅李登輝總統係我哋老師啦。到台灣學習中文係楊瓊明當初漂洋過海來台灣留學最主要嘅目的。因為我哋去台灣嘅目標啊，就希望學到中國嘅文化，然後轉來我哋嘅紀錄體來去幫助當地嘅發展。同時呢，愛情是我哋認為啦，去推廣我哋嘅中華文化，應該去兜進我哋僑記啲去推廣啊。所以我哋愛情是變入進來嘅同學咧，好多一從事教育嘅工作。楊瓊明在大學畢業之後，轉到家鄉沙巴，而佢也對於沙巴客家人嘅歷史來龍去脈有深刻嘅認識。在太平天嘅實派嘅介紹以後呢，一啲客家人為咗逃難啊，要就到嚟沙巴州呢，因為當時英殖民地時代。在教會合作之下呢，招聘勞工來沙巴州來做路，來建設沙巴。我哋因為當時選來嘅啲人呢，在沙巴定居下來以後，因為要照顧遲來啲客家人，所以選來啲客家人呢，就成立開一隻籌備委員會來去成立一隻客家工會。當時係在1940年，因為好多新來嘅移民呢冇辦法尋到工作，當時來到嘅時候，初一有問題，
所以佢哋成立一個客家公會呢，主要嘅目的係幫助佢哋尋工作，幫助佢哋去苗條生活。我哋有會所建咗要運上20幾年啦，上到30年係啦，有會所啦。杨向明俩下係沙巴首府阿皮嘅客屬公會嘅負責人，同時也係崇正中學嘅董事長。推動我哋客家人嘅教育方面嚟講，我哋要變一個初學件。我哋一年攀初件嘅數目呢，馬幣差唔多超過1萬條啫，馬幣。另外我哋要就好特殊嘅，我哋看到一隻營銷付出股，營銷付出股就個幫助一啲老年人。老年人啊，因為佢身體健康夠唔好嘅時候，萬一要買困難嘅時候，我哋就利用一個營銷付出股嚟幫助佢哋。另外我哋下邊客家公會組織咧，我哋要其他嘅好種康樂組方面，我哋要呼籲做搶人才，所以我哋喺利用一個客家公會嚟團結，我哋在阿比菲嘅客家人。而攀學校係沙巴客家人傳承客家文化最主要嘅方式之一。我哋客家人不但注重在經濟方面參與，同時我哋在教育方面呢非常嘅活躍。我哋沙巴就要教間督眾，當中要時間係我哋客家人攀嘅。崇正中學在一所客家人所創辦嘅學校。我哋客家人8集兄妹。寫字啊，連吃飯都有問題。當時係應屆出問題哦，應屆人就係開學校咧係唔收錢嘅，係都嗌到時間攀啲學校咧就可以交學費。但係我爸呢堅持，我就講去落就華文小學。就算係存唔到學費啊，都冇錢食飯，都可以嗌到去讀書，甚至都交唔起學費。可以求我哋董事長啊，俾我哋免費啊，寫少都免拍。去到董事長屋企，行我落門啊，都腳到盡。我爸覺得教育係改天上嘅命運，所以講我哋鄉親之間啊，都好重視教育。所以講我8集兄妹仔有3集係當老師，2集係當教長。係像我哋客家人啊，真係好重視教育。鄭貴安係沙巴崇正中學嘅校長，結合楊向明客屬公會嘅資源，透過學校教育，將客家文化向下扎根。在馬來西亞，因為政府辦嘅學校係馬來文為主，馬來文化為主，所以講我哋教喺所得，所以變政府辦嘅學校呢，我哋發現到，喺送我哋細蚊仔去政府學校雖然唔收錢啊。但係我哋嘅下一代啊，可能就唔懂華文，又唔懂自家文化，就冇得見咯。所以話我哋攞變咗做自家學校，使到我哋下一代啊學到自家語文，或者文化傳下去，我哋嘅民族真係傳下去。崇正學校有隻好大嘅特點啊，即係內邊崇正學校讀書嘅細蚊仔，客家話唔做教啦，因為佢已經曉啦，所以我哋可以學校華語。學校馬來語，學校英語，我哋咁多3種語文嘅政策。故所學習語言對於崇正中學嘅學生嚟講，就像係頭戲同樣嘅詞言。儘管盼好用心，崇正中學也曾經面臨經營嘅困難。1974年。受到教育大環境嘅各種因素嘅影響，崇正中學唔但經費短缺，全校也只有存下嚟24名嘅學生嘅。但係因為沙巴阿皮客屬公會參與攀學，這30年來，崇正中學搖身一變，成為沙巴前幾名嘅學校。沙巴崇正中學原本係
北婆羅礁學術總會所判的。北婆礁學術總會就包括在沙巴礁所有地區嘅客家公會嘅就聯合會嚟嘅。但係因為佢哋判咗以後呢，到最後就剩下嘅學生27位。27位呢就將嘢就接判沙巴重建中學責任呢，交俾我哋阿比客家公會去判啦。所以我哋阿比客家公會判咗以後呢，我哋有27位嘅學生，一直到目前呢2380幾位嘅學生啦。在重建學校判起來咁多年啦，我哋就咁樣想法。當然有錢來讀書，我哋少；你冇錢呢，我哋想辦法俾你讀書。所以學校呢，每年都有就很多助學金啊、獎學金，俾我哋學生去申請。每年啊，照今日嚟講啊，像去年嚟講啊，差唔多10萬年。所以嚟講，我哋學校呢，去社會上啊，去求下啲人。好，所以講我哋學校有一隻好強嘅學生，一啲強到有志氣，要來重建學校讀書，我哋請佢領養佢。可愛，我，哇，上鏡頭啊！覺得曉不曉得它是對比咯？沙巴嘅客家人從事客家教育嘅傳承，以一群沙巴嘅留台先生，用回饋家鄉嘅心轉到故鄉。沙巴重建中學係客家人辦嘅學校啦，我本身係客家人嘛，所以我都在嚟嗰邊教書啦。佢係最純真、質樸嘅客家情懷。協會以下嘅客家人向前行，將為介紹沙巴重建中學嘅開樂演奏團。重建中學嘅開樂演奏團，悠揚嘅樂曲、跳躍嘅音符，就係強強嘅鋼笛、漢文化嘅表現，讓美麗。我放棄了這個高薪水，回來學校工作，我們會有一份吸引力是台灣沒有的。每個人，因為可能我覺得啦，就是我們學華樂哦，是經過一段比較艱辛的道路，所以會比較珍惜能夠學到華樂是一個很光榮的事情。但是在台灣可能是每個人都已經好像這是理所當然，所以我們對華樂的執着很吸引別人。那你父母親支不支持你學這個？哦，非常支持。我哋在海外啊辦學，唔止喺教育，我哋喺台啊做教育工作，可以把喺台嘅反映社會嘅文化藝術嘅工作負責，
所以講，我就從西馬來張老師哦，去把呢度我就張校長笑，張校長響佢來就其他講一句話，講好艱難，我就張校長都回佢一句話，即係講因為艱難才很難，就是因為很困難，所以我才找你。這句話就打動了我的心。張老師想了1年啊，佢就把佢全港人啊帶來一邊重新組建啊。第一次來到沙巴是1986年，學校也很熱忱的替我搞了一個華業訓練班。當時我記得有80位同學參加，我覺得哇，沒想到沙巴也有這麼多人喜歡華業。這邊的學生呢，非常的可愛，非常的好學。一隻幾行，伊講句話，即係講而咩來我哋重建啊，後來我哋沙巴州，所以講把一隻房屋啊，嘅貨啊新貨呢，所以我哋重建中學點起來之後呢，會傳到沙巴州去。當一個人被肯定的時候，你就會發揮你的潛力。崇正中學嘅樂團唔但係淨演出對粵漢文化嘅熱愛，還有繼續流到花唔開嘅宣傳意味。對上嚟學樂器，即係學樂飯我都係就好奇心，都係想學啲條新東西啊，因為係咪學過嘢條飯樂嘛，所以都落去學啊。我嘅婆婆就係睇住嘅係看到一隻義烏啊，看到好像好教嚟啊，就買俾我教。老師講，希望係在來年鄉土，我嘅技術唔可以再提高去，因為冇老師教嘛。就捱到決定來年鄉土書啊。咁學入嚟我就音樂有兩方面都係，其實都係兩者都係，其實我在自家在邊地方享受啊。一講在享受嘛，係都係其實也好interesting 咁樣啊。我都係會去玩樂，將來年鄉土書嘅，係啊，教咗都變藝嘅，就叫佢我喺學校正式，係啊，我喺學校用練，看我畢業咯，以後。我就係行一條路，唔將玩樂發揚光大咁樣。所以講我哋學校一隻飯樂團呢，唔係一種普通嘅飯樂團，而所以教導我哋學校嘅學生，去接下一隻我哋民族嘅文化，一隻音樂之後呢，佢哋還有一隻使命，就係愛傳起我哋成個沙巴州，佢那回想起來，一隻化咗兩首啊。其實沙巴州去潛一隻飯樂時候，我哋回想起來，其實佢咩潛係像係單止我哋飯樂，佢係潛咗一隻民族嘅尊嚴。一隻民族咧係冇自家樂器，冇自家音樂，點研究落批民族評詞評錯，咁樣佢都冇尊嚴。客家嘅老祖先為本地權熱愛漢文化嘅客家子弟所感動，就像係離開原生嘅土地。都一樣落地生根，客家嘅精神、客家嘅文化，亦曾慢慢嘅在流傳緊。沙巴重建中學係客家人翻嚟學校啦，我本身係客家人嘛，所以我都在嚟嗰邊教書啦。當時咧就校長咧，佢俾我後低一個空間啦，俾我去發揮啦，佢講啊，見到我上去做乜嘅東西，見佢落學校講嘢上，學校都有支持，即係我就一路招來見人見夠幾十條人，明年20年啦。一到當初到台灣留學嘅後生學子，才轉到家鄉沙巴之後，進入嚟崇正中學去教書。一代一代嘅傳承，學校就將係在保存、孕育、提倡其他新興學子，將客家文化記在深度。沙巴客家人按然來到台灣留學。努力之後得到嘅文憑，向墨本馬來西亞政府來承認。
全條路使人係冇問題，但係從政府嘅好艱難。你唔承認我哋學會啊，唔單止係講我哋嘅人士，又係政府嘅信息咯。因為其中又係邊人才啊，都冇用上去嘛。有段時間後落魄，我哋會我哋嘅想法啊，因為政府唔承認有嘅問題啊。不過我哋台灣嘅寮台進嚟嘅同學啊，講起嚟即係講9年叫刻苦耐勞啊。雖然在政府一條路啊，我哋人踏落去，我哋在私人嘅發展方面啊，就成就啊，就比人家高。你到政府部門做工，的待遇很差，人家可以拿到1000、1200、1300元呢，同樣係大學畢業，1200、1300可能係佢邊啊600條。儘管台灣和沙巴寮台省之間早在50年前就已經結下了不解之緣，但係工作卻屬自於政府嘅支托。馬來西亞教育部副部長針對當地寮台學生學會冇本承認，有佢嘅看法來解釋。馬來西亞嘅學生好多到台灣讀書，畢業之後呢，佢都轉到馬來西亞來，好多自家做生意、自家創業，所以呢，佢喺經濟方面呢，可以講係好多嘅貢獻。所以我哋都感覺到台灣本嘅馬來西亞人好多機會去讀書，尤其係早期嘅時候啊，馬來西亞嘅小高線教育嘅機會蠻多，所以好多都到台灣去求學，尤其係小華文教育嘅學生。但係我認為我哋應該鼓勵我哋嘅細蚊仔國學化，因為如果我哋唔有國學化嘅時候呢，就變成失去我哋嘅學人嘅特徵。所以我認為當然就睇自己愛嚟努力，睇自己愛嚟合作。只係講如果自家客家人嘅話呢，財務卡應該同我哋嘅子女啊，用客家話嚟多啲交流。儘管有學家在傳承漢文化，儘管寮台學生在馬來西亞有優秀嘅表現，但係我哋仍然期待馬來西亞政府能夠正式嘅承認台灣嘅學歷，也係一種對於學生求學嘅肯定，也係對於漢文化彼此交流嘅肯定。在沙巴，我哋聽得到客家話嘅禱告，上上真正上太天堂。等下我哋將帶你拜訪一群用客家話禱告唱詩歌嘅基督徒，看看佢哋用客話來宣揚教義，也同時傳承客家文化。主要是我救主真奇妙，人生跟你真正清楚才是真奇妙。主要是我救主真奇妙，主要是真奇妙。在沙巴有一群客家人，佢哋係虔誠嘅基督徒，但係佢哋也係虔誠嘅客家文化信仰者。因為來到巴石教會，上帝也聽信徒用客家話來禱告。
樣係參加馬來西亞基督教巴士會嘅家庭聚會。巴士會係在1882年就開始嚟到沙巴，所以當時嘅時候，巴士聚會大量巴士會嘅教友來移居沙巴，也係在1882年嘅時候開始去發展。由當時嘅茶葉公司嚟開發入沙巴，嘅當時有大量嘅勞工，茶葉公司嘅代理人就直聯絡上去，然後就安排好多批嘅巴士會嘅條教友嚟移居到沙巴，遷居在沙巴嚟開發沙巴，然後就成為好大嘅教會在沙巴做中，即係客家人，當時即係一個客家人嘅教會。主耶穌，我叫做真奇妙。我哋同時嚟禱告。天父阿爸，我哋多謝你，因為你係真奇妙。用客話禱告係一種習慣，亦係維持喺沙巴客家人嘅心。紀念在1882年以前，有些個宣教士從瑞士巴士上嘅就個宣教機構佢就有宣教士到中國傳福音俾我哋客家人，所以當我哋來到沙巴嘅時候，我哋就也用嘅就個名嚟紀念嘅就個宣教士啦。所以我哋巴士會來到沙巴，我哋都係用家庭聚會嘅方式嚟開始我哋嘅教會。現在目前我哋嘅教會基本上每一個禮拜都有一次嘅家庭禮拜啊。我哋嘅聚會都係用客家話唱客家嘅詩歌先史，用客家嚟交通。巴士教會嘅聚會也同樣嘅發揮咧，將係客屬共會嘅力量，彼此付出付心。嘅信徒每一個禮拜都有一次嘅家庭嘅聚會，所以家庭聚會當中，當然我哋會識到好多唔相識嘅人，特別我哋嘅客家在在我哋嘅福建處嘅，佢哋都邀請佢嚟參加嘅聚會。所以聚會當中咧，我哋彼此嘅認識、彼此嘅勉勵，也彼此分享我哋生活當中得出我哋所需要知道嘅東西。好比講我哋生活嘅情形或者我哋嘅做生意或者個農作物更加在我哋嘅屬靈嘅上面，我哋能夠嚟彼此嘅分享上帝嘅愛。加拉太書，主啊，是你知道我意，主啊，是你知道我意，從今以後，從今以後，我要專心愛你。主啊，客話嘅禱告，客話嘅詩歌，嘅象徵嘅係沙巴客家人對於文化嘅虔獻。留台嘅後生學子經歷咗歲月嘅洗禮，將自家奉獻俾沙巴。喺無形之間，我哋感覺到有你一條看唔到嘅線，輕輕嘅將沙巴留台灣連用下。這係乜嘅呢？我想，這應該係流到花唔開嘅相互依賴吧。上
茫茫，游子啊，心千山，夜来北梦尽故乡，才当前，人也让相对无你，只有对两行。梦想心山有断肠。